睇唔到，聽唔到，咁樣嘅你嘅世界會係點樣嘅呢？視聽障係一個人同時失去咗視覺同埋聽覺，生活喺同常人截然不同嘅世界入邊。佢哋喺出行、溝通、資訊嘅接收同埋社會融入方面，都面對住唔同嘅挑戰。根據世界聾盲人聯合會統計，全球約有1.6億人正承受住唔同程度嘅雙重感官障礙。聯合國亦都承認視聽障係一種獨特嘅殘疾類別。從感官損失發生嘅時間嚟睇，可以分為4類：先天性視聽障、先盲後聾、先聾後盲、後天性視聽障。對於視聽障人士嚟講，我哋平時習以為常嘅小事，對佢哋卻係重重嘅難關，冇辦法順利表達想法，難以接收外界嘅訊息，難以安心獨立出行，令到社會嘅參與變得遙遠艱辛。佢哋需要嘅從來都唔係憐憫同埋過度嘅保護，係需要透過生活適應訓練、無障礙輔具、應用科技帶嚟嘅便利同埋環境嘅建設，令到佢哋同樣都可以同外界溝通聯繫、獨立出行、融入社會，安心活出有尊嚴自主嘅生活。最唔可以少得係社會大眾嘅理解、尊重同埋貼心嘅陪伴，唯有包容同埋體諒。當我哋設身處地咁了解佢哋嘅生活，先至真正可以為視聽障朋友開闢一條無障礙共融之路。